美国要甲台湾扣32%的对点关税，而且佫讲真紧就要甲晶片甲药品扣税。对此，行政院长提出880亿的补贴案，希望降低对农业甲工业的冲击。不过，工商团体呼吁政府应该要对美国甲关税有关，才有谈判的本钱。美国总统川普进前宣布要对台湾扣32%对顶关税税法，对着这么大的冲击，行政院提出880亿补贴方案，希望降低对农业甲工业产业的影响。不过，工商团体却是认为无拍到痛的所在，认为应该对美国也采取有关关税来回应，才有谈判条件，并且争取甲美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 BTA。要跟美国交涉的不只是关税，而且我们到跟美国的 BTA 投资协定来也应该要积极来洽谈。我们提高关税跟洽谈 BTA， 不能只听他的，最坏就是不消美国嘛。对我们出口就是不平等嘛，我们的竞争力就会降低嘛，而不是在补助啦，或者在说怕这个失业劳工啦。重点在32%如何跟美国再度的谈判，让这32%能够下降。那安尼，川普更加进一步讲，真紧就对晶片甲药品来扣税。对此，药师工会专联会指出，台湾药品75%外口进口，卖到美国药品数量是真少，所以讲直接冲击并无大。较烦恼的是讲，整体关税提悬了后，欧美这主要制药的产业链，可能因为原料介绍这成本提悬，减少生产量，加上台湾健保减药价、利润价，可能会造成这个台湾欠药的情形。药厂的生产降低以后，它的供应链会寻找利润好的国家先卖。台湾因为市场小、利润低，台湾第一个会被剔除。药师工会建议，应该就此向民众来宣传使用国产限命药啊，增加国产药的使用。因为产业界也指出，政府的投资奖励做甲无够，若是要大商转来台湾投资，就要来加强台湾的条件，也是协助厂商出口到美国以外其他国家。呼吁政府应该赶紧召开相关产业座谈，才好多找到真正因应对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